機械人速遞第77個賽日，6月4日，跑馬地夜馬最新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740，開跑時間184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6匹，入圍5匹；落飛提供9，入圍5；回飛提供8，入圍4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4場5號至中完美，全飛拉動8.14，力度5。第5場9號福星小子，拉動7.06，力度5。第7場7號領航天子，標籤小心，拉動6.76，力度5。第8場11號街燈，拉動8.15，力度5。第9場7號太易穩，標籤小心，拉動4.79，力度5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10號黃金風速，全飛拉動0.42。11號皮具大師，標籤實力，拉動0.29。第2場2號卓越善風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26，力度4。7號歡樂老窩，拉動0.89。9號風起雲湧，標籤小心，拉動0.7。12號駕勢奇葩，拉動0.84。第3場3號凝聚美麗，標籤蠱惑，拉動1.02。11號星火燎原，拉動2.14，力度5。第4場1號綠色好景，標籤實力，拉動0.11。4號東來欣賞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07。第4場6號農民邊影，標籤實力，拉動0.5。7號獵寶勤，標籤小心，拉動0.07。第5場8號天下寵兒，標籤高機，拉動1.17。第6場5號風雲武士，標籤實力，拉動2.76，力度4。11號勇霸龍，拉動1.12，力度4。第7場4號九九為尊，標籤小心，拉動0.29。5號一支箭，標籤高機，拉動0.36。第8場2號信心星，拉動0.8。第9場1號晨曦麗人，標籤高機，拉動0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1號中華英雄，全飛拉動-1.68。第3場2號皇帝英明，拉動2.51。第5場2號天外迎天，標籤馬膽，拉動6.14。第8場9號智勇名區，標籤高機，拉動1.9。攬馬系列突擊馬，第2場2號卓越善風，佔比8.83，全飛拉動1.26。12號駕勢奇葩，佔比8.56，拉動0.84。第3場1號運來五寶，佔比7.58，拉動1.5。第4場2號試跑得，佔比9.01，拉動-1.23。8號深紅紅，佔比6.93，拉動-2.31。第6場11號勇霸龍，佔比8.26，拉動1.12。第7場7號領航天子，佔比7.59，拉動6.76。第8場1號馬魯，佔比9.05，拉動-2.26。8號香港神區，佔比8.49，拉動-1.52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，唔該晒。